想天意的剧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琼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要不要有做较大咩？错嘛？错啊。生意越来越好了啊！哈，东东，你呢？冇。心情唔好啊？冇啊，冇。徐佳莹，你难过嘛嘅喏？嘿，唔似甲放弃的啊？难道含着东姑一追求起来幸福哦？安尼就全部就出来咩？系啊。哦，好啦。一份炒 Q， 一份客家炒肉，茄炒炒卵，豆豉係當嚟。好，来讲。啊，真是要同哦，来先弄酒水，生意哦，同齐哦。炒肉嘛哈，如果你係全面嘅。哦，睇住佢炒係品得好嘅。啊，你是麻煩嘅下個要排嚟，攞嚟分數拿一下好冇？假設真開學嗬，應該都中午行唔過來嘅。係啊，佢這個月出家啊，俺知道健康數講強，乜事情做唔好啦。結果而家一唔睬哦，真係知道欠你債。感恩啊！哎，感情有啦。是啊，然後我送你嘢。應該冇人洋葱啦。馬上冇人飲咗，通屋企唔起來，行啦，攞嘢啦。那應該係幾耐吧？你炒出來。感恩啊！然後嘛，做點下嘛，做點下，來，起來。生意啊，但是正要送嘢，然後講一下哦。好啦，來。來，坐一下。喊你痛下。你跳擺了，應該是個時間唔係唔係痛，嚇。一班原來想開殺你嘅啦，應該喺度上海做事嘅時候壓力太大嘅。你哦就會安尼啦，一冇喊起來哦，媽個事情就唔顧了呀。迄個哦，老身體打壞脫咧，就算講你存再多嘅錢，咩冇用咩？很講愛咧，唔似個妹妹窮樣。我哪有老你窮樣呢？我比你較注意身體好冇啊？好嚟啦，聽講你呢，我去市場買到一補嘅東西，幫你補一下。謝謝。好了，你還困一下哈。阿蓮過一聲，你聽聽，我一聽說。錯了啦，你要記得咯，要去醫院檢查一下喲，哈。
做唔得的，一痛起来就是止痛药的啊，止痛药的对身体也唔好呢，你知吗？知啦，那我去做检查。许佳音小姐，好，麻烦到里面，我们做一个检查。去这边。钱春兰小姐，钱春兰小姐。 哪出来啦？呀，老公哎，我买的呀。哎，对。什么？钱春兰小姐，你在那边坐一下，等一下医生。好，什么啊？好。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你流产以后有没有好好休息？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你们就是这样。唐丽上把自己健康当又按枪家人才会这么多。流产也是要坐月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好好调养的话，很容易会有一些后遗症哦，像是月经不顺、腰酸背痛。如果严重的话，将来可能会有习惯性的流产。以后我会注意我的身体的，谢谢。好了，衣服穿好就可以出去了。钱川兰小姐哈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没强样，老问题啦。你还唔顶用嘅，啊母条水唔得呢，规身啊瘦溜溜嘅呢，痛唔痛哦？这流汗啊，很奇怪哦，该流出来汗的人嘅呢。这些应该都是更年期的征兆啦。嘿。阿妹啊，呀用去洗身啊！哎呦，你啊几日都见流汗啊，仍然啊洗脚边呢。你早晨就要去看醫生冇啊？要啊。啊，醫生有人講。阿妹啊，醫生有人講啊。阿妹，檢查有乜嘅問題啊？阿妹。冇啦。醫生講啦，係更年期啦，要靠咗補顏色啦。唉，我嗰件嗰背看哪嚟啦？忽然間到咧，全部咩人咧？哎呀，最好啦，唔記下無講法，硬上講哦，檢查有乜嘅問題？有乜問題呢？冇到喺度講法啦。東哥，啊，今日頭診所哦，多一家人咧。多乜嘢？家人啊。家人？佢去診所點樣嘅？我聽遇到醫生講嘛，佢以前哦撩台過呢。我用想講有冇暗度去到，我一本醫生看，我聽到隻聲音當場係家人嘅呢，結果行下出來，真嘅係家人呢。佢看到外面講聽呢，唉，用人過嘅細妹哦，要做硬嘅事情哦。天迄本咧就死來騙戲啦，幾奇怪呢？啊，萬啷個暗號又無人來講咯，啊，無聽錯佢咩唔對啦，佢迄啲吼，加心肝都咩聽懂判的啦。心情都唔好，其實一種工錢，你冇睇就死人嘅。
聊时间了诶。啊，真姐，家人有找无？因为今日咧请假日哦。我想哦，我车队某看唔创因哦，我再接再厉啦。我咧兄弟。安这些。阿姨，全部人讲的对冇？你个身体有用了吗？唔对呢，唔对感情，真嘅爱付出动态代价。家人，本来在起飞，许佳音，你愿意嫁给郑东明为妻，一辈子照顾他，在他最危难的时候，也陪在他身边，直到白头偕老。你做嘛啊？嫁本来，唔免答应人咩？依你相信的哈。给本意安心，其实那情况只用一撒。哪个音？你唱不出啲嘢，你真係唔介意？唔會，真嘅唔會。太叔伯講，我真都未發生。我希家醫生嘅，照顧佢，冇佢希望，下佢唔好俾佢受痛苦。家燕，嫁本愛。走哪去喏？规下子都冇看到你。阿妹，我有事情同讲。嘛事情啊？阿妹，你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。做嘛该啦？嘛事情咁严重咯？到底嘛事情啦？我要结婚的事啊！你嘛该结婚的事情？我冇去相亲，我有对象。你有对象了呀？慢紧啦！我给天头家人做朋友。嘛个时同阿东哥开始来讲，我用传递。从细就开始的啊？阿东讲你真件呢，你讲开玩笑。用啊，唔赞成哦。赞成哪样我唔赞成？阿东我从细看到大呀，做嘛？当阿弟个个性啊，爱老实巴，脚踏实地，我是冇想到讲，唔爱中意佢。对以前他来讲，确实唔会中意阿东姑。不过，我以后冇穷样的啊。我从上海、台北转来以后，我发觉原來平凡最幸福呢。所以咩因為安呢，我看阿東姑當到好嘅地方。
做乜健康啊？看唔睇咧啊！董事咧咩？去上海嗰啲台北安多年來，經過很多事情，還沒親婚姻咧現狀怪怪嘅。講起來，安寧帶去哪啦東姑鄉下啊？答應啦，怎麼？是講你同阿東姑交往，也出來人哋嘛啊？阿東姑我哪伊講啦？是講也出來以前經驗沒落進來，佢煩惱講阿東姑哦，婚姻態勢的煩惱，到底阿親婚嘢啦吼？我係沒睇記得啊，唔應該按家老阿妹講一件事情，一下就喊唔知阿姨怎樣的想，佢真正做得教書哪啦阿東姑鄉下嘿。看見到拉什麼？上3年，一下洗菜同差唔多嘅啦。假使愛最佳話，再最佳做好嘅。好。好，咁慢慢等嗬，聽聽就來。好，按住先。好，吃噻。哦，用啊。你有進步哦。佢當然啊。哦，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不過吼，你就會嫁出去咧，夠熟練吼也冇用啊，吼。小公花多做事情，好嘛？你姐，其實哦，我做就啲哦，去東東泰國做演員咧。之後哦，我冇想到，俺個就要結婚了呢。哦，真係人不可貌相啊！哦，我太小看東東泰國了呀。你有看到葉老闆嗎？馮太子啊，是你家店。人講你位朋友啊，當有名。可是啊吼，你冇來說的話吼，是像啊，你冇來過那地方。是嗎？俺唔會騙你啦，來試試看看。不要，要抽嘛。來，還有你個菜單呢，看一下有什麼個。先來個最有名的米滿鳳肉。好。先生有來過哈。我講，該英雄啊，董承呢。小姐啊，有沒有什麼好吃的可以介紹一下吧？哦，你點過的菜哦，當菜就會招牌啦，像呀有食太蟲啊，吃起來哦又酸又濃，保證哦吃起來不會太油膩。我跟你講，個太蟲啊吼，咬起來啊，這哦真係懂好食。正經？唔會騙你啦。還有啊，你倆客家小炒，真材實料哦，給蔥段啊、魷魚啊，還有滷過的豆乾，真嘅清好食咯。客家炒肉一定冇食過，我講，佢食起來味道啊，哦有點辣辣，我講你食下一定懂開胃，真懂到飯。那既然你都吃過了，就由你來決定啊。那再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好的推薦？全部。就我們兩個吃，你叫那麼多吃得完嗎？我按有好嘅啦，該是先來啦幾道菜，該是你中意法，我還買菜單啦。好吧。該是先來該，用豉炒太蟲。好，太蟲。米滿鳳肉。哎呀。韭菜，還有該，客家半條葱。阿妹唔好按用啊！你以前唔係懂做呢家嘢，你冇咁講，你太複雜係咪？今日都要複雜啊！那你細個年還蠻結婚咯，是種有生人嚟啦。結婚用嘅，其他兩個冇關係啊！再講，家姨媽嘅事情全部都同我講啊！佢同佢要嫁生人鄉下，還有件冇睇實生嘢嘅事情，我全部都知。我唔覺啊！家人唔係以前嘅家人嚟了，佢從細我就看到大嘅啦，我咩懂講義氣呀？唔過佢做你整部嘅心權，我絕對唔會答應你啦。阿妹，啱人上唔夠夠對家有點過分啊！唔係過分啊嚇！我講你小偷不用說點得你冇啊？阿妹。我係真緊受嘅，係佢身體嘅底毛啦。佢嘅身體有用受乜解？醫生有講過啦，佢喺馬強生人吼都困難啦。佢係真緊教落安尼整無，無法度強生人，家己整無咩無後台嘅咩？唔該喺眼用班到安尼整無嘅主線交代喺度啦。唔上天台嘅啦，再講也醫生都有判斷冇問題。好啦啦，我冇亂講你啦。我咩冇亂講，我決定一定要拖改公朋友出來用。你不好子啊！哇，我真的
的没有想到客家菜这么好吃，尤其是这道风肉，唇齿留香，厚色。讲实在哦，伢咧年后哦，还说到按开心、按欢喜哦，迄个亲太希望对无？蒙太子啊，啊无骗你吼，该下哦，很nhiều食客咧客家菜啊吼，你看无马上去了，你看你哈全部是呛呛的，唔上会这样的吼。哎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人一定要有尝试的精神，你不能够说没有尝试过就说不好。不过小钟真的谢谢你今天带我来到美满楼。安之 C， 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道地的客家美食，我一定会帮你好好宣传。是吗？唔是啊，美满了啊吼，做都是要美丽体风啊吼，了吼，客家美食的代表的，吼，大家全部第一。哎，那就是说我孤陋寡闻喽。无样啦，讲实在无言讲暗好啦，迄眼唔甘嫌甜。你真认同客气啊？老板娘。我有个很冒昧的请求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总讲啊。我想请你把风肉的秘诀告诉我，因为我本身对烹饪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想自己做做看。哎，蒙太子，按摩马好了，人家传统的秘方嘞。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家子啊，家子那个风肉的，个等下老婆来哈。好，好来。也就是我细汉么，我小女儿哈，佮写日常伊个啊，底部有肉、鸡肚、笋干、酒，一顿鸡酒，哈，全部吃对对啊，步骤全部在底部，哈。但你冇了解，你打电话来问我，我同讲，啊。安之 C， 我好感动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哋喺传堂真嘅唔係留一數呢？唔免我同講，我知道客家美食哦，哦，本睇一個風肉，我做同我啊。我發講。哎，老板娘。計嗌來出我一重啊！唔是啦，冇記重嘅啊。嘉欣，今條片吼是馬班義咧，但不是用睇咧吼，我哋去沖埋一下，一下轉來。等先呀。好啦。嚟咗。阿東哥，你一條事情唔可以講嘛？要啊。家燕樣講。佢冇樣講啊？佢冇樣講，真嘅呢？家燕唔是誰啊？我們以前動中英啊，佢講我聰明過太房啊。嗰時候佢從哪捱同 B 哦，佢講佢用一隻太昂嘅拉人啊，冇家燕眼聰明啊，唔是亂講啦，佢冇講乜嘢啦。我以前一直知道愛情係兩種人嘅事情，不過以後冇強樣嘅，那記得愛情要長長久久，一定要兩副卡人答應這樣做的，所以要不然讓強下，那希望做得得到大家嘅祝福。来来，喝茶。謝謝。歹勢呢，臨時臨日打電話還唔過來。我想講啦。你阿產品身體有較好冇？當好啊。阿姨啊，唔建議你到醫院買個做糖豆的對冇？我其實做啲，唔見邊種冇搶得落一刀誒。我做係愛，咩唔希望切下來誒，老安尼生活窮下。家人，你莫安講啦，唔從細愛看到太呢，你前輩讀書，你又上到東江，
俺就切希望哦，没有怎么会唱安养人啊。不过对做成球来讲，那一点做唔合格。那以前真正做的动都唔对的事情，那以前遇到爱情，嘛个做得唔惯，唔单伤害人的家庭，切个要输上当冲。家人啊，其实阿姨嘿，那其实冇想过再谈恋爱，冇想到阿东姑本来就懂踏实、懂实在的感觉。不过阿姨，你放心啦，那做得体谅人嘅想法。阿东姑係只懂好嘅細拉嘅，佢應該請過一隻比我更加好嘅細妹相對。所以，唔講唔用嘅想，那就做得體會。家人，你真緊哦，係只懂好嘅細妹啦。從細你係個性懂獨立啊，有嘛事情哦，你們唔會講出來。我記得有一班以為到人老太老人家嘅事情不人家講，你們唔講出來，是點點不人沒嗎？其實阿姨哦，冇別的意思啦。阿姨，我冇隱瞞人嘅啦，係那自家做唔對事情，那自家會負責。唔管做樣嘅家庭，那就會尊重。我先落嘢。的啦，真见迄老糊涂的咩？到底咧想嘛解？发生安尼事情，家己一家要当艰苦，难对起。感觉我为着两件事情反对伊调查恐吓的，到底要怎样做呢？ 徐佳莹，唔好坚强。以前的风风雨雨，唔係做行過來嘅。既然也喺你自家家庭的路，就做唔到 healthy，也無資格 healthy。唔過以後啦，東姑會發展很樣嘅，一下讀到所有的事情，所以因為人過去做唔對的事情付出的代價。 做啦，现在到了咯，安怎做啦？无啦，伊啦东姑行行的，无伊那到的啦。歹势根本伊无做来听说。歹势嘛该咯，伢两啥谈恋爱时节，多弄多杯行行啊，真好咩哦？安排啊，迄家了，有家庭有生意咯，上一了就冇办法咯，啊？那生意算冇给啊？慢慢嘛，哎，你冇个事情啊？我有事情弄爽爽。 弄惨上，听讲伊公休咩？我想来咗阿东姑同阿兰姐来副下四川饭啊。唔是无限的啦，难得休息，就好好休息就好呀。哎呦，那又麻烦咯。讲实在，这无限我就放心呢。阿兰姐又要拍啥？阿东姑我唔是讲咯，一家人我唔好同佢客气的啦。我也想要看吼，你安好的事情阿兰姐哦。 唔啲放棄一樣嘅，我想看一下。人查好，每天有不用假啦，先過一日啦，好冇？先生冇嘅。阿四川飯店冇乜嘅，人家冇營養，讓我點驗冇來啦。阿妹，你做得冇講那啦東姑嘅事情嘅冇？安尼，那真係壓力動態呢？那啦東姑強下又冇一天要留佢結婚。
做阵叫他去救的，啊，气甲咩唔对。奇怪，用啥出去了好好？难道佢同阿东姑先搞？ 东姑，好嘞，等下样做啦，先坐下来。阿妹有法论讲啊？阿妹啊，如果同阿公家人嘅事哦，歹势，我冇办法变起去，唔是公安多。我只会同人讲家人的事情啊。阿妹，做嘛嘅冇办法接受去啊？你以前咪动中意去，就因为意思唔好，全部讲佢唔好。 拜托你最啲我小時候動中意去，也冇經常叫家本我冇辦法變起去，咪冇辦法接受騙人嘅生活嘅。不過我咪唔想幫人艱苦，我實在唔聽用嘅生活。阿東姑，阿妹啲嗬，二老家境兩家哦，全部當乖當好。 乜嘅意思啊？我下晝老家人見過面嘅啦。你下晝老家人見過面？你同佢講乜噶？我問佢，佢都係講乜噶？乜嘅意思啊？佢希望你啊，親自比佢更加好嘅生活強下啦。佢人講哦，尊重我意見。阿妹，我用做乜嘅？見咗嘛喏，你咩先聽下老爸講就樣嚟講咩？ 我同意讓你拖家鹽啦。阿妹，唔同意我拖家鹽，真嘅啊！我都發現，阿姐姐阿妹，好嘞啦，抗議火語都係用啊。唔知下一擺嗬，要拖到深秋，唔記得我就阿妹冇。唔會，我同家鹽啊，我強下又好唔。好嘞啦。 冇火意提做啦，但件事情哦，雖然都嗌到你阿講聽聽，含啲家人哦，不同意加本義務咧，我加油啲嘅哈。阿妹，我要加油！只阿妹啊，起到藝一片，我哋唱出到天星萬強勇，我要全力打咁本家兄弟我嘅生意。好啦，看看上網啲位呢。謝謝阿妹。啊，那以後一定會有好。 兩場真件事嚟先嘅，我昨晚同阿家人講哦，同阿東姑來嚟食飯，我盲講到研究就嚟啊！係啊，我驚哦，較慢啲位吼，我嘅好心球哦，本日拖這去用解散哦。我講反而都係樣，係啊，用上就上嚟啲哦，你哦，要燒了最鹹意啦。來來，食茶啦。哎呦，是馬茶咯，我是茶啊不卡多咧。 你莫唔記得，我不靠喺佢茶行嘅了。其實哦，我基本以來喺度講阿家人哦，老東姑嘅事情啊。哦，春蘭姨啊，你喺度講情嘅啊？哇，你知你要結婚了呢？哎呦，假次啊，你們還會讀書，去健康啦，也冇事。用會冇捱嘅事，春蘭姨講，我講你自嘅事誒，你自嘅事後就會捱嘅事，你係一家人，嗬。其實哦，我基本以來，我係希望你做啲大人，伴嗬阿家人老東姑一兩啥教課那裡好冇？你講緊哦，個阿東姑啊，從細就看到佢，佢哦，我親中意哦，嗬又乖又老實，我家人哦，喺做啲家本佢哦。 給你們幸福啊！真嘅哦，你知你真嘅要結婚了哦。冇亂講法啦，我係講伊就嚇到啦，冇想講哦，根本見到你親自講聽啊，本學阿家人老東姑哦，實在要結婚啊！我冇意見咯嚇，有兩事做決定就好，我全力支持。阿妹，唔生結啊？
来叫我来教因学这哦。家人嘛，阿是吼，差不多因讲这条话，你莫变到心肝肚呢。我希望你做得不拿东开只机会，调查搞看哪里好嘛？阿姨，安子说，你姐啊，初本日村内老人讲嘛解啊？也好，迄那老阿姨的秘密做唔得人讲。唔讲就唔讲啊，又还蛮加高去，隔壁就弯过去。妈，该好，我终于我傻傻的偷藏你嘞，让真实的共情。哎好啊，到时候我来做一种做客家满汉全席的招待员啊。那看你好嘞啦，你哦，今日就拿房贷出来现年好没？哈？是，用老家词穷用啦，还唔得拿根本就加出哦。家姐，大家就欢迎欢喜，希望你做得幸福啊！阿珍姐，安子说呢，大摆做皮蛋啊。其实我们希望讲吼，因两三交钱安咯，结好做得变一家人。哎呦，讲干那解法？安尼着吼，本来说是家人啊，无影看。同亚个米满了，做的是当啊庆丰茶红的茶咯，同啊庆丰茶红又做的是当米满了的点心，唔迄是讲迄嘛咯？嘿啦，咱米满了同庆丰茶红啊，吼多俩推开始哈，我轻松加钱，嘿冇？来，洗好诶。家人啊，你要老东东结婚哦，我真感动欢喜呢。系啊，大家就挺欢喜诶。太姐，那我先加诶，我唔判定啊嘛。你又问唔判定哦？你哦，老家子哦，还去做家庭较好啦。安尼哦，我老阿妹哦，怎做得过得较轻油啊？错冇，阿姐？那看哦，叫真是家庭，唔判定系爱。你又问唔判定哦？唔是啦，东东哦，一定会对佢好嘅呀。你看呐，东东哦，终于家人按叫咧，佢嘅心哦就冇变呢。春兰姨哦，从小就对你好啊，当作你哦系佢自家嘅生意。人家过去哦，一定都幸福嘅呀。家人啊，你老东东哦，还做公生意好嘞啦。安尼春兰姨哦，就做人男孙的呀。几天会动欢喜嘅？其实冇睇过一做生意呢。睡唔到觉呀？今暝同阿太子讲嘅话，我全部听到。阿妹，坐。真正冇得生意，就像穷生意穷了，我做嘢人掉。阿妹，你做太多样事情，我叫你们都动不的，啊，你还来会伤害我的，拖路的。你就对，你身体会给坏哈，你听吗？
曼啊，你放心啦，也家人迄家过来吼，我天要来当作一个妹强勇按下去啦。感谢你诶，叫这暗好的妹帮我做心球呢。春兰，虽然像寂寞样诶，但是俺没有万事拜托。我这张妹哦，讲实在啦，缺点是真多。我做阿妹哦，非常感谢喏，俺包容伊，俺惜伊。哎呦，3班嘞，讲了麻烦喏，事情故意是故意人都要讲的。做得偷偷家人做心情哦，迄爱全部个报起。错啦，你很少喊你替班潘医师呢吼？是啊，我总算咯，该怎么出去咧？应该讲哦，该只戆句吼，总算偷偷不用咧。哎呀，好来，阿囡啊，请假哈。阿囡伊车妹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阿妹，做嘛干哦？做嘛咯？你这有没有家去东岩的地方哦？就2条风来听听诶。你安尼哦，一枪已经唔会做来示范用诶。跟冇安多啦。阿妹唔怕啦，4点钟吧。假死啊！阿妹哦，迄唔攀的啦。每个家人咧，就迄骗人嘅心球咧啊！就算讲哦，迄都在个群，咩啦，迄都无开迄无强嘅啊。以后哦，迄个人家人了，阿妹强我咩要唔攀得咯？我走无个家人咧，我讲过咧，我会一次拿阿妹做盘。讲嘛讲法，年年哦，一早早做完好好嫁出去，像阿人人强样，嫁无阿东姑安样好老公，系嘛？阿妹想要放心，来，家人，请台，你祝福伢老妹啊。哦，好。家人啊，太子哦，祝福你老东东2、3年长长久久，永远幸福快乐。安姐说。家人，无碍啦，我祝福你吼，家家有好的消息，家家吼更加幸运呢。真姐，安姐说。我想到你这真叫个家人呢。以后哦，你就做唔得强下工程师嘞吼。咁唔係頭先講，讓日子唔好加當年嘅地方，樣啊，你也要艱苦嘅，同阿妹強樣哈。迄太子講嘅啊，我嘛甲家人就冇強樣嘞咩？你姐啊，以後哦，你會家家轉來哦，做唔得建設望親人哦吼。伊也未聽，反正俺去，伊唔轉來哦。阿妹要去東東泰國吉富卡嘅，你做的本來祝福嘅嘛？我祝你長命百歲，福祿壽喜。哎呦，你都會講乜呀？你唔係都去過生日？你嘅書哦，出到哪去嘅啊？唔怕啦，安子生。多阿妹啲啦。嫁過去就會增加心球的地方。阿妹是第一個，阿東姑同阿春蘭人嘅親相，但是你嫁出去的人不必地府卡哦，凡事做嘛事情要想清楚，要懂事的啊。妹，你放心啦，那唔會像以前樣嘅。阿唔抵死誒，那約翰，我家交轉了快。婚姻係件成年事情，你同阿東姑係長長久久嘅事哦，啊，某個事情就忍耐啊，阿妹哋祝福你美滿幸福哦。妹。我真不知道。
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未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孤影水涌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发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